以巴開大片，聯合國可以做乜先？巴勒斯坦嘅國土喺1946年由英美支持以色列立國開始，就不斷被侵佔啦。聯合國秘書長雖然去咗斡旋，不過作用就好似冇乜。咁究竟呢一類國際性政府組織有咩用啦？同全球管治又有咩關係呢？嗱，我哋首先要知道有咩組織先。咁呢啲嘅國際性嘅政府組織啦，事實上有分成兩類嘅，一類就係全球性嘅，咁啊佢就處理啦全球性嘅事務嘅，咁啊包括聯合國啦同埋呢個世貿組織。另一啲就係地區性嘅，好似歐盟咁。我哋要見到啦，而家跨國問題咧係日日都有，鑊鑊新奇鑊鑊金。呢啲國際性嘅政府組織啦，佢可以提供咗一個平台啦，係促進呢一個國家之間嘅合作嘅。好似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同維護世界安全。事實上就可以扮演住一個嘅調停者嘅角色啦，或者佢可以提供個平台咧，係俾每個國家之間咧可以喺嗰度作一個地方去商議啦，跟住呢個咧可以有效地咧去減少咗一個衝突嘅出現嘅。仲有就係促使各國改善人權問題，聽落雖然好大權啊，不過其實有好多局限性㗎，好似聯合國就成為咗霸權國家嘅工具啦。入邊咧就有5大嘅常任理事國，呢五個嘅常任理事國咧，咁佢就有呢個否決權嘅，咁佢包括咗咧呢個中英美法俄5國啦。咁喺面對呢一個國際事務嘅時間咧，呢啲嘅國家咧就好少可咧，佢就會係以全球嘅利益作為一個嘅出發點嘅。而且呢啲組織會削弱政府自家嘅權力，好似入世貿就一定要開放市場，仲有呢啲組織大多都係冇約束力㗎。如果唔係，美國03年就唔會繞過聯合國攻打伊拉克啦。